咁我哋咧今日係會講2021年嘅卷2嚟嘅 ，OK？ 2021年卷2第一題咧就係2嘅 n 次乘以8嘅2n次方除以64嘅 n 次方咧。嗱，你如果用正統嘅方法嚟講嘅話咧，你應該見到2、8、64呢啲嘢咧，其實就同2嘅次方有關嘅。8咧就係2嘅幾多次方啊？8係2係啦，2嘅3次方嚟嘅。64咧係2嘅幾多次方？有冇人講到？8次方好似唔係喎。嗱，咁我點樣可以睇到咧？嗱，其實你咧就咪逐個試下咯。例如你撳下2嘅6次方係啲乜嘢 ？OK， 哦，原來即係你逐個試嘅就例如2嘅5次方咧，咁就係等於幾多啊？32。跟住你見到2、4、8、16、32、64呢啲咧，咁你就要自然地聯想起咧呢幾個嘅即係指數啦。咁你下一步咧就可以將咧2嘅 n 次，記之後咧8就係2嘅3次嘅係咪3n 啊？我睇唔清楚，好快喎。係啦，3n 次方再除以2嘅6次嘅 n 次方咁樣啦，跟住再下一步咧就係2嘅 n 次乘以2嘅呢度係3乘以3n 就係9n 次方，再除以2嘅6n 次方，跟住之後咧就可以做指數相加㗎啦，就係2嘅 n 次加 9n 10n 再除以6n 咧就係2嘅4n 次方，咁所以咧答案就係、我咪睇錯咗。2嘅6次 n 次3歸9 10減sorry， 係唔係喎？點解咁嘅？2嘅3次嘅3n 次方除以2嘅6次嘅 n 次方，跟住10n 減6n 係4n 次方。我知啦。有個負303。係呢，跟住呢一度咧，我話呢度好撩楞喎。嗱，呢個位咧好撩楞。就睇到啦 ，OK。就係咧，因為佢最尾嘅答案咧係全部係用4嘅次方咧嚟到做噶嘛，咁所以咧你呢個位又要將佢倒翻轉喎，夾硬咧將佢變翻到咧2嘅2乘以 2n， 跟住2嘅2次方咧就係4嚟噶嘛，咁所以最尾嘅答案咧就係4嘅2n 次方，得啦。答案咧就係 boy。咁所以咧嗱，如果你唔想咁即係咁麻煩係啦，咁你就代數咯噃 ，OK？ 咁我哋之前有講過啦，有啲 YouTuber 咧就教咧就代 n 等於乜嘢啊？咁呢題都可以用嗰一個嘅符號喎，代 n 等於乜嘢啊？係啦，代 n 等於派啦 ，OK？ 咁你代 n 等於派嘅話咧，咁佢呢嚿嘢咧2嘅派次方 ，OK？ 撳呢個啦 ，shift 跟住撳呢個就係派嚟嘅，跟住之後咧再乘以呢度咧小心啲去撳啦，8嘅3派次方3番括弧可以撳咗分子先啦，嗱撳咗分子，跟住分母咧就除以64嘅派次方咁樣撳。咁出嚟嘅代 n 等於派嘅話，呢嚿嘢個答案咧就係6065.330793嘅。咁然後我哋就逐個去到試啦。OK， 第一個答案係4嘅派次方，4嘅派次方。咁就係第一個係77.88023嗰個咧，咁第一個係錯啦。第二個咧就係4嘅2派次方，一撳落去，咁個答案就係6065，OK， 330793，咁所以答案咧就係代啦 ，OK， 咁所以我哋第一題咧就代 n 等於派咧就最直接。係咪代數好似仲容易過咧？就咁直接做啊！呢個位係。咁呢題第一題的確係代數咧係容易啲嘅，得唔得？好，跟住第二題啦。第二題咧就係呢個嘅m 括弧m 減 a， 跟住咧就等於 a 括1減 m 咧。咁問你 A 等於乜嘢？咁其實即係做翻主項變換嘅題目啫 ，OK？ 將佢做翻主項變換。咁第一樣嘢見到有括弧嘅話咧，就拆個括弧先啦。m 嘅2次方減 am 就等於
A 減 AM。嗱，呢度有個特別嘅地方喎，呢度有個特別嘅地方就係咧，左邊同埋右邊咧都有個減 AM 咧。其實如果左邊同埋右邊咧都有個減 AM 嘅話咧，兩個係可以互相乜嘢㗎？抵消咗嘅喎。咁我直接咧見到呢度有兩個減 AM 咧，咁你直接就抵消咗佢啦。A 就會等於 M 嘅2次方，答案咧係 C 嘅。OK。嗱，但係咧，我想講就係有啲同學咧，做呢一題嘅時候咧，嗰、個嘅做嘅方法咧係有啲即係唔知點解會會做唔啱呢一題嘅題目嘅喎。咁如果我用代數嘅方式嘅話咧，咁其實都係一樣嘅啫。因為但係咧就要睇下咧代啲乜嘢數咧係最好啦。咁你唔會代。嗱，呢度如果你代 n 等於派嘅話咧，就唔好啦，因為如果呢度代 n 等於派嘅話咧，咁其實你咪即係等於即係做同即係同呢一個題目做同一樣嘢，係咪啊？咁所以咧就唔會代 n 等於派啦。咁我哋呢題嘅話咧，如果要代嘅話，就代翻啲實數落去啦。咁例如話咧，代 m 係1得唔得咧？嗱，代 m 係1嘅話咧就唔得嘅，因為咧 A 同埋 C 咧兩個嘅答案咧都同埋 D 咧三個嘅答案咧，其實代 m 係1嘅話咧，個三個答案咧都係一樣嘅。咁若代 m 係0咧又唔得 ，OK？ 但係咧代 m 係-1嘅話咧就 OK 喎。嗱，呢個位置咧代 m 係-1嘅話咧就 OK。咁不如我哋就代 m 係-1啦 ，OK？ 代 m 等於-1嘅話，就其實就會變翻做咧，好似平時嘅方程一樣。咁代 m 係-1嘅話咧，咁-1乘以-1減 a 就等於 a 括弧1減-1就係1加1嚟噶嘛。咁呢度就可以插翻括號，咁嘅就係1加 a 等於2a， 跟住最尾咧解翻呢一個嘅方程啦，就係 a 等於1嘅。咁跟住我哋就睇一睇咧，呢一度裏邊呢4個答案咧，如果代 m 係等於-1嘅話咧 ，A、B、C、D 分別嘅答案係咩先 ？A 嘅答案咧就係-1，B 嘅答案咧就係-2，C 嘅答案咧係-1嘅2次方咧就係正1，D 嘅答案咧就係0嚟嘅。咁所以你對翻呢答案咧，答案就應該會係等於 C 啦，得唔得？咁呢題咧其實就照翻平時正統咁樣做咧，就反而會好一啲喎。OK 嗱，呢度咧照翻平時嘅正統嘅方法咧咁樣去做啦。第三題咧就冇特別嘅方法㗎啦，咁基本上咧都係計翻咧平時咁樣去拆開個括弧去到做啦。咁而你當然一開始就拆咗頭兩嚿先啦，就係 u 加 v，u 減 v。OK， 請問 u 加 v，u 減 v 咧係等於啲乜嘢㗎？問一問大家 ，u 加 v，u 減 v 係等於啲乜嘢㗎？嚴家榮啊 ，u 加 v，u 減 v 拆開括號會等於咩嚟㗎？係啦 ，u 2次減 v 2次啦，跟住之後咧就呢度就 u 減1。咁然後咧，其實你就都冇必要咧將所有嘢拆晒去，但係其實你拆開佢咧就已經係答案嚟㗎啦。咁呢度咧就其實有啲你直接可以查咗佢啦，因為呢度呢兩嚿乘落去咧就一定係減 uv 2次方㗎嘛，咁即係加 uv 2次方嗰兩嚿咧就已經可以拆走佢啦，係咪？第一個就係減 uv 2次方嚟嘅，咁另外後邊咧睇下減 u 2次咧係加 u 2次定係減 u 2次嚟㗎？係啦，係減 u 2次嚟㗎嘛，咁所以答案就係度嚟啦 ，OK？ 好。如果冇問題嘅話咧，可以掀去後邊嗰一版 ，OK？ 第三題冇問題，可以掀去後邊嗰一版。好嗱，跟住之後咧，第四題咧，咁都係正用翻咧蝴蝶法嘅方式啦。蝴蝶法第一個一定係邊個乘邊個嘅？問一問大家，問下卓華德啦。請問第四題咧，如果要用蝴蝶法嘅話咧，一定係6乘 u 唔係6乘 n 減7啦，定係7乘 n 減6先嘅？你睇下你自己份咪得咯。冇帶我啱啱派俾你嘅喎。6乘 n 減7。譚建豪啊，
咪6 n 加7。係啦，一開始咧應該用咗6括 n 減7先係啦，跟住之後咧減7括 n 減6，跟住之後咧分母就係n 減6同 n 減7，記得呢度都係啦。佢呢個嘅位置咧就分母已經冇叫你拆開括弧啊，咁所以咧你分母其實基本上唔需要拆開個括弧嘅。跟住之後就拆開佢啦，6n 減42，跟住後邊嗰兩項，我問下邊個啦？楊楚南啊，楊楚南後邊嗰兩項係乜嘢？減7n，跟住後邊嗰項係啦，加42，記得啦，負得正啊，唔好錯呢度得啦。咁有啲同學咧就以為呢個減42嘅話咧，咁所以減42咧就有一個答案咧係同84有關嘅 ，OK？ 咁但係呢度唔啱嘅，跟住再除以 n 減6再n 減7，哦唔係喎，呢個位都有啲音嘅喎，嗱呢兩個可以抵消咗噶嘛，咁由6n 減7n 咧就係負 n， 跟住之後再除以 n 減6 n 減7，咁但係咧你發覺咧冇一個答案咧係負 n， 跟住咩 n 減6 n 減7喎，咁即係但係好明顯地咧就個答案一定唔係 C 同埋 D 啦，係咪？個答案一定唔係 C 同埋 D， 因為有 n 加84嚟嘅。咁你亦都冇可能係 A 啦，係咪啊？因為A 同 B 咧多咗個負啊嘛，咁即係個答案一定係 B 啦。咁而個 B 嗰度咧係點樣去得嚟嘅咧？我攞支紅筆喺呢度寫低先啦。我哋咧就要咁樣去做，就係將呢個負咧掉落嚟俾個 n 減7嗰度，咁就變咗做咁樣。負 n 減7呢度俾個中括號啦。咁呢個負 n 減7咧就將個負咧插翻入去個 n 減7嗰度咧，最尾嘅答案咧就會係等於 n 括弧 n 減6同埋咧呢個就會倒轉咗變咗7減 n 嘅，咁所以答案係 boy， 但呢一題嘅答案會係 boy 嘅。咁如果呢一題咧用代數嘅方法咧，咁都係代 n 就等於乜嘢啊？係啦，代 n 等於派啦，跟住之後我就逐個幫你哋去撳一撳啦。嗱，咁呢個位咧你小心去撳啊！嗱，如果要撳機嘅話咧，請小心去撳，係撳6括弧，跟住之後咧呢度 n 減6同埋 n 減7咧，俾翻個隱形括弧俾我，得啦，俾翻個隱形括弧就係括弧派減6生括弧減7除以開括弧派減7咁樣撳，得啦。有冇人係 get 唔到點樣撳？負0.284850953，跟住就逐個去到試啦。嗱咁咪 A 嗰個咧得啦，呢度我繼續撳多一次，6除以括弧派減6生括弧就係第一嚿啦，減7除以開括弧派減7，撳翻呢個數字出嚟。咁然後 A 跟住後面啲答案嗰度咧，又要小心啲去撳喎。OK 嗱，小心啲去撳就係咁樣撳嘅。嚟 A 個答案咧就係派除以開括弧派減6，呢個跟住之後咧撳乘定係除啊？跟住撳完呢個派減6之後咧係撳乘定係除啊？係撳乘定除啊？唔係乘啊，錯啦，係除呢個位置。總之咧有幾多嚿嘢喺分母嘅就係除幾多 ，OK？ 例如話呢一度裏邊咧就係派除以派減6，再除以派減7，咁樣去撳，得唔得？咁樣撳啦，咁個答案唔啱 ，OK？ 啱啦，頭先我就講話正就多咗個負噶嘛，咁呢個就少咗個負咯，同呢個0.28負0.284850953，咁所以個答案應該係 boy 喎，咁我但係都撳一次俾大家，派除以開括弧派減6，跟住問下邊個好咧？問下吳永樂啊，撳完派減6咧，跟住之後咧呢個位置係乘7減派啊，定係除7減派？係啦，係除括弧7減派，一撳落去，答案就係呢個，咁所以答案係 boy。得啦，好，咁跟住之後第5題咧就唔使撳機嘅 ，OK？ 第5題咧就係有冇問題？第4題有冇問題？好，跟住第5題咧咁就係
6x 等於6.24，準確至兩位小數，咁求 x 值嘅範圍咧，咁你基本上咧就係將咧嗰啲嘅細過或者等於嗰一嚿咧係細過或者等於嗰一嚿咧係要4捨5入到咧去到6.24咧，咁就係答案嚟㗎啦。嗱，我再講一次，將咧細過或者等於嗰幾嚿嘢，嗱我圈住啦，嗱呢幾嚿嘢。如果我咧將呢幾嚿嘢咧能夠將佢4捨5入呢幾嚿嘢至準確至兩位小數咧，係等於6.24咧，咁就係答案嚟嘅。咁 A 嗰個咧，咁好明顯地就唔係答案啦，因為6.25咧，你點4捨5入咧都冇可能去到6.24嘅 ，OK？ 跟住第二個 B 嗰個會唔會係答案咧？問下盧家興啊 ，B 嗰個會唔會係答案？係啦，就唔會係答案啦，因為咧6.23你點樣咧都唔會去到6.24嘅 ，OK？ 跟住 C 嗰個答案問下李以晴啊 ，C 個答案啱唔啱嘅？C 個答案咧，即係 C 個6.245如果將佢準確至兩位小數咧，係唔係等於6.24？唔係，冇錯。咁應該呢個咧4捨5入嘅話咧，應該會去咗6.25㗎嘛，係咪啊？咁所以呢個答案都係錯。第四個答案6.235係咪？咁當然最尾嗰個就係答案嚟啦。將呢一個咧做4捨5入嘅話咧，就會變咗做呢一個嘅6.24嘅啦。OK， 好，咁呢一個第五題咧就係咁樣做。OK， 跟住之後咧，我哋睇一睇第六題。講埋啲題咧，我哋放小息啦。OK， 第六題咧，如果我用正統嘅方法嚟到做嘅話咧，哇，都好麻煩下嘅喎。嗱，咁你用正統嘅方法嘅話咧，就係要拆晒嗰啲嘅括弧去，然之後咧比較翻咧嗰啲嘅x 嘅同類項同埋咧常數項係啲乜嘢啦。咁我哋一齊拆一拆去 ax 加 3a 再加 3bx 加 b。就右邊咧就係 cx 加 2c， 左邊嗰度咧就係即係排翻同類嘅嘢夾埋一齊先，即係呢度係一個同類嘅嘢啦。跟住另外 3a 加 b 咧就係冇 x 嘅，就係另一個同類嘅嘢。咁然後你比較翻咧嗰啲嘅同類項嘅話咧，咁一個就係呢兩個係同類項嚟嘅，咁所以就係 A 加 3B 就會係等於 C。另外咧一個就係呢兩個都係同類項，咁另外一個同類項咧就係 3A 加 B 等於 C。咁有 A 比 B 係等於幾多？唔係我呢個意思嚟嘅，唔好意思。嗱，咁跟住之後咧，你呢度裏邊又要要點樣去做咧？咁你就即係呢將第一條式咧乘大2倍先啦，咁跟住之後咧就可以將兩條式夾埋一齊。2a 加 6b 等於 2c， 同埋咧 3a 加 b 等於 2c 咧，你將兩條式咧冚埋，跟住即係將呢兩條式咧一條式同埋呢兩條式咧冚埋一齊嘅話咧，就變咗做 2a 加 6b 咧就等於 3a 加 b， 然後就繼續去將佢因為盡量想將佢變做正數咯，咁所以 A 咧，跟住呢邊咧就係等於5B，OK，A 等於 5B，A 等於 5B 嘅話咧，咁 A 比 B 係1比5啊，定係5比1？咁啊問下邊個好咧？問下阿楊慧軒啦。A 比 B 會係1比5定係5比1？5比1係啱嘅 ，OK， 5比1係啱嘅。記得呢一度裏邊咧係即係調翻轉啦。B 呢度寫 5B 嘅話咧，5B 同埋 1A 嘅話咧就倒翻轉 A 係5，B 係1咁樣解 ，OK， 咁所以答案 A 比 B 係5比1啦。咁如果咧代數嘅話咧，咁我哋會點樣去到做咧？嗱，其實不過呢個代數咧其實都有啲難諗嘅，但係我都做一個俾大家睇，就係我哋代數嘅話咧，就因為而家呢個比例咧係 A 比 B 嚟噶嘛，咁即係我想盡辦法咧，就係即係懟冧咗個 C 去咯喎 ，OK？ 咁啊，請問你咧 C 呢一度裏邊咧跟住有括弧嘅喎，跟住個括弧咧佢係啲乜嘢嚟㗎？C 括弧乜嘢啊
x 加2，你諗下咧點樣可以令到咧 x 加2會係等於0嘅？代 x 等於幾多會令到咧呢個 x 加2咧係等於0㗎？代 x 等於幾多 ？x 加2會係等於0㗎？-2冇錯，咁所以咧呢一題我哋應該咧就係代 x 等於-2 ，OK 嗱，代 x 等於-2，咁就令到呢一個位置咧 x 等於-2嘅話咧，咁第一嚿就係-2加3咧，即係 a -2加3嘅加 b 括弧3乘-2就係-6啦，-6加1，跟住之後咧右邊嗰度咧就變咗做0嚟㗎啦 ，OK？c 乘以-2加2咧就係0，咁呢嚿嘢都會冇咗嘅，呢嚿嘢會冇咗，跟住之後咧0就直接冇。係啊，0就直接冇㗎啦，咁即係呢個就會係0，跟住之後咧呢度就已經省略咗好多步啦，跟住下一步咧其實就已經去到呢個係a， 跟住之後咧減5b 等於0。咁 a 減5b 等於0咧，咪即係5b 等於 a 咯，係咪啊？咁呢一個位置咧，我做3步，但係呢度咧1、2、3、4、5，我做5步咧先嚟到呢個，即係當方便咗一啲嘅位嘅得啦。咁但係諗唔諗到咧，咁就即係都要教一教你咧點樣去睇下代入啲咩嘅數字咧會比較方便啲。OK， 好，咁我哋或者咧今堂講到呢度，咁我哋下堂繼續講落去。